有许许多多的活动，我们也一同在这当中参与了许多的活动跟服事，很充实，但也很疲惫。虽然在过程当中，不一定每件事情都如同我们所想的，就像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事情一样，但主，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有你的美意，愿一切都照你的旨意进行下去。主啊，也许在这当中，有人有受伤，或者是有不愉快的事情。主啊，我们将这些都交托在你的手中，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，都不是为了成就我们个人，乃是为了要成就你。只愿将最好的献给你。求主看顾我们在预备50周年庆的每一个环节，都有你的祝福跟恩典，让我们明白你所要教导我们的。更让我们知道，在50周年庆之后，不是结束，而是我们另一个新的篇章，富强教会新的故事，我们要继续书写下去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来到这里，要继续的寻求你的面，继续渴慕你的话语，渴慕你的恩典。愿你就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看顾我们的心，如同好土一样。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教导，从你而来的祝福与恩典，也看顾牧师今天所传讲的信息，使用牧师的口再次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领受，与你更加的靠近。愿今天的敬拜，愿今天的一切，如同馨香的祭，蒙你的悦纳。这样感恩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在大家站立起来之前，先请各位弟兄姐妹跟你旁边的人说：上帝是我们喜乐的泉源。上帝是我们喜乐的泉源。哈利路亚！这时候请大家一起站立起来。没错，上帝是我们喜乐的泉源。让我们一起用开心的心，大声来赞美他，一起来挥手。你是我喜乐泉源，你是我欢喜高原，你是我自由飞翔。再次祝你是我喜乐。
一切的伤口，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，成为祝福。我们要高举你的生命，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。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要欢迎你来临，你的生命在这里，我们要张开口，不必赞美。我们高举你的名，我们要高举你的生命，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。我们要用全心全意来敬拜你。我们要欢迎你来临，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。我们要张开口，不停赞美你。我们要张开口，不停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爱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用宝血赎回我们的生命，因着你的爱，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当中永远的依靠。一起来唱。为你流出宝血赎回我，我怎能有机会重新来过？看见我所有罪恶和软弱，你却用完全的爱接纳我。虽然我曾有事情远离过，但你心事仍紧紧抓住我，学会放手，不再靠自己我，只夸耀你一切为我所做。唯独依靠你，唯独依靠你，无价的宝血印出真实的我，多么无价的替换。唯独依靠你，唯独依靠你，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，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。印出真实的我，多么无价的替换。唯独依靠你，唯独依靠你，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，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，耶稣。是心远离过，但你心事仍紧紧抓住我，学会放手，不再靠自己我，只夸耀你一切为我所做。印出真实的我，多么无价的替换。唯独依靠你，唯独依靠你，
是我们的力量，也是我们生命的中心。我们的一生要不停止的来赞美你的名，将我们所有的一切，将我们的生命都完全献上给你。让我们继续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。谁让太阳升起，照耀着地带来全新生命？耶稣，唯有你。谁让星空降临，让我安然进入甜美梦境？耶稣，唯有你。谁供应我丰富生命？谁看顾了我所需？谁会与我同行，伴我成长，度过一切经历？耶稣，唯有你，耶稣，唯有你。我高举双手，扬声歌唱，一生恋人，一生尘埃，一切所有，将我的生命完全献上。唯有你，耶稣，唯有你。主啊，唯有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盼望，唯有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依靠。当我们遇到困难无助时，主啊，唯有你是我们可以寻求的帮助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高台。主啊，我们要寻求你的面，我们要呼求你的名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从头再次来上，主啊，谁看见我伤痛？谁看见我伤痛？在软弱无助时，扶持着我。耶稣，唯有你。谁平静了风浪，在绝望恐惧时与我同在？耶
主耶稣，我有你。